今日要帶大家喺澳門嘅旅遊旺區，喺南環呢一帶，以非常之親民嘅價錢食到好地道有好多元素嘅嘢食。重點就係喺一個地方唔使走嚟走去，都可以一次過食盡400幾款嘢食。新馬路、南環呢一帶係唔少旅客嚟到澳門一定會去嘅地方，所以喺呢一度周街都係美食。咁但係你又知唔知道有一個地方有成400幾款唔同嘅菜式，集結咗澳門嘅老字號品牌餐廳、澳門嘅特色小食，仲有好多唔同嘅菜式同埋菜系，連澳門人都話係一個開飯嘅好地方。如果幾個朋友嚟到澳門去旅行，得個1-2日時間，唔知揀邊間餐廳好嘅話呢，不如試下呢度啦。粵式有，東南亞美食有，川菜有，地道美食都有。等我試下海南雞拼豬頸肉飯先，佢哋嘅醬汁全部都係師傅自己調製，特別惹味。食一啖海南雞，再配一啖黃飯，仲有一啲廣東口味嘅菜式啱大家，仲有臘味煲仔飯，絕對係色香味俱全啊！蒸魚腩飯，見到佢嘅賣相就知道去旅行都可以食到住家飯嘅味道啦。想試下啲地道嘢食嘅話，又可以試下咖喱腩飯。同樣地，咖喱好惹味，牛腩就炆到好入味。中意食川菜嘅話，又可以試下水煮魚、口水雞、摩羅雞飯，都係其中一樣嚟到澳門一定要試下嘅菜式。仲有一啲澳門嘅特色美食，有潮式粉麵、蠔仔肉碎米、招牌船麵。仲有日式嘅汁燒肥牛滑蛋當飯、鐵板胡椒牛肉飯、番茄炒蛋通，跟住就梗係要嘆翻碗澳門嘅老字號豆腐花啦。唔少朋友都話呢碗豆腐花以前就跟住阿爺阿嫲去食，而家就帶住自己嘅仔仔女女過嚟食。呢度咁多嘢食，大家下次嚟到澳門就知道去邊度食飯啦。